大家好，所有現場朋友大家好。今晚我都係繼續為大家表演扮聲，咁我會首先會扮五個歌手嘅聲，第一個係阿倫，之後咧係徐小鳳，第三把聲係王傑，第四係許志安，最後係克勤哥嘅。這個深夜裏，沒法跟你安睡，我看天空灑淚，任寒風吹，冰冷的夢裏，沒法跟你相聚，也許心裏的淚未能抹去。知道在那天邊可會有盡頭，只知道逝去光陰不會再回頭，每顆冷酷眼光，共每聲友善笑聲，默然一上透。好入聲絕無意義，差不會扭轉分開的心意。夢似是失去收結一首詩，彷彿聽別人故事，今天我豈可關心多一次？多謝。其實馮文樂咧，其實我真係好想聽你用你自己把聲唱，因為其實即係好老實講啊，實話實説。我聽咗咁多次，你真係次次都扮得好。喂，鐘仔俾你先。其實頭先佢仲有兩個未唱過，一個係許志安，一個係我。嚇，喂，好啦，不如唱唔唱埋咧？係試下先啦，試下先啦。全世界也安靜，為了證我宣佈，從前我最想找的已經遇到，全世界也感到。我真心，我真意，同誠意送上祝福，兩相偕老。仍然已在失眠夜，望天邊星宿，仍然聽見小提琴如泣似訴在跳動，為何只剩一彎月留在我的這晚以後沒有吻別。好，我覺得你嘅發聲嘅位置，我頭先同嘉庭講，我話你發聲嘅位置係，尤其是高音嘅位置，佢淨係一模一樣。係啊，個低音佢即係好。係啊，佢唱得好好聽㗎，係同我一模一樣。唔係喎，鐘仔都講得啱喎，我好想知道你用你自己真實嗰把聲係點唱歌。因為你曾經講過咧，你話你好想做歌星啊，但係我好想知你出碟嘅時候咧，你諗住扮邊一個出咧？集錦咯，集錦咦係喎，一個人一隻 solo 嘅，群星一隻集錦碟，群星獨力一人集錦碟。咦？咁人買佢一個嘅碟，等於買咗10個歌星嘅碟咁樣啊？係啊，你估？哇！加入面承繼落去啊，齋。咁呢個又要話郭富城落足眼嚟啦。點解咧？呢個又